個人都想自己變得更好，但係往往要克服唔少困難先實行得到。Keller 黃麗明靠住耶穌嘅力量去改變自己，活出美麗人生。佢曾經因為冇大學學歷而非常自卑，老公鼓勵佢去開拓人生。後嚟一家移民到多倫多，佢四處認識同組織起一班全職媽媽。佢見證住唔少女士因為發揮而增加自信，佢覺得好滿足。而佢自己都不斷追夢，做電視台同電台主持，仲有專欄作家。喺2015年，佢成立女性事工你的美麗約會，令佢服侍女士嘅夢想成真。你的美麗約會透過一連串精心設計嘅活動，幫女士分享掙扎，揾返自己。過程中有笑有淚，擦出好多令人感動嘅火花，鼓勵佢繼續幫助更多女士，同時做好佢自己女兒、妻子、媽媽、外婆嘅角色。如果想知更多精彩內容，請掃碼瀏覽天使心月刊網站啦。